美国将抓两个查甫人，指控因伫纽约中国城市秘密警察局做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不过中国驻美大使馆无回应。罗西亚出名的反战记者卡拉姆扎去互官方以叛国罪侮辱军方判25年的徒刑，是这1年来上重的判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掌抓两个查甫人罗建旺甲陈金平，指控因伫咧纽约的中国城市秘密警察局暗中做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妨碍司法公正。目前这两个人出庭了后已经交保。美国检方是批评中国公安部公然侵犯美国主权，不过中国驻华府大使目前无回应。伫无啊甲罪案加面查调的罗建旺律师会快速离开纽约东区联邦法院，伊甲陈金平互美国政府指控成立营运秘密警察局，互人逮捕。17头一届出庭 ，CNN 报道两个人分别以25万加40万美金交保。面对媒体质问，罗建旺拢无讲话。一栋伫曼哈顿中国城的大楼外壁有打美国中陆工会真醒目的红字，就是美国检调锁定，好亲像秘密警察局的所在。因两人拢捌出席伫去年福州警校事务海外服务站成立的活动，检方认定是受到中国官方指挥成立的，主要是咧追踪甲骚扰政治立场无同的人。The defendants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the MPS is on notice that we will not tolerate similar threats to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两个人面临面目做中国政府代理人，妨碍司法公正这个指控。虽然中国当局捌否认运作海外警察局，讲是海外服务中心，不过美国检调已经掌握打击异议人士的事情。维吾尔族的美国律师，嘛是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托凯尔。肯定美国政府的做法，也讲无应该用阮这种行为。The abrasivenes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take that kind of actions on American soil is bone-chilling. 美国检方嘛指控34个中国公安部官员隶属912特别项目工作组，创造千万个假的网络角色，对中国境外、中国民主人士加无共意见的人加骚扰、轻视、威胁。另外有10个人，包括6个公安官员，互人告协助中国政府审查甲删除伫美国科技公司平台发表对于政权不利言论的使用者。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天早大案24岁嫌犯木村良治，去年想要选国会议员，因为年岁无到30岁，保证金嘛拿袂出来去互拒绝。敢是因为对政治不满才犯案的，警方正在调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公布16款会当领政府补助的电动车。不过，德国、日本、南韩品牌的车拢无伫咧名单内，伫咧市场恐惊是失去竞争力。英国《Times》报道，英国官员警告，中国当小想要伫咧科技领域坐领头大位，这项国家就要有危机意识。若是科技去互中国越过，全球就会面临严重威胁。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迪士尼公司对这佛州政府接管迪士尼地区。但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放掉，无排除伫咧迪士尼地区边啊，搁起新的游乐园，甚至是去价格保护迪士尼。上尾是《华盛顿邮报》，苏丹的内战进入第3天，首都喀土穆发生济战爆炸案。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至少是有200人死亡，1800人受伤，而且有真侪病院因为已经去互破坏，无法度继续治疗伤患。罗西亚发动战争这1年，毋但国际有真侪抵制声音，因国内嘛被少人反对。不过，罗西亚当局是一直下动手打压因国内反对派。亲像这个出名人权运动者、反战记者卡拉姆扎，去年在战争拄开始的时阵，就去美国演讲，批评罗西亚军事行动。结果回国无偌久，就去互抓起来。这阵莫斯科的法院是以叛国罪甲侮辱军方，改判25年的徒刑，是这1年来上界重的判决。除了卡拉姆扎，罗西亚上界出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爸爸去互下毒，怀疑就是罗西亚中国做的。伊到即阵还佫互关伫咧监狱内底，甚至佫传出讲伊伫监狱内底去互下毒消散落败消息。
有罗西亚经国会议员亚新，嘛因为反对战争，去年互当局以散布假消息判关8年半。新疆自然听判决的俄罗斯知名异己分子卡拉姆扎，17予莫斯科法院判25年的徒刑，理由是伊犯叛国罪，佮调工诽谤俄罗斯军方。这是552进乌克兰以来上严厉判决。41岁卡拉姆扎有英国上中国籍，是记者也是人权运动者。伊多年来拢直接批评，坚持甲俄罗斯总统普京徛对立，佮游说西方政府制裁违反人权的俄国政府甲特定个人。卡拉姆扎捌控诉俄国安全部门卖2摆对伊下毒，虽然躲过一劫，不过伊也安尼着会造成半岁的神经疾病。俄国出兵乌克兰了后，伊发起反战示威，伫4月伫莫斯科轰炸，防止控判国瓦俄国军，甲散发有关乌克兰战术的不实信息等罪名。判决一出，联合国甲欧盟遂谴责英国政府是要求随将伊释放。连含伫感觉的知名反对派人士纳瓦尼，拢伫各中为发声。Тем приговором, который был вынесен сегодня Владимиру Карамурзе, он получил 25 лет. И я приговор это расцениваю как незаконный, бессовестный и просто-напросто фашистский. 卡拉姆扎的律师已经表示会上诉，克里姆林宫是无发表评论。俄国去年入侵乌克兰了后，就用战时审查法专门压制异己。那诽谤军队，相关会当处5年的徒刑；调工散布有关军队的假信息，会当处15年的徒刑。公司新闻7万人编译。乌克兰战争了后，今天因的波兰、丹麦开始禁止对乌克兰进口部分的米色，嘛不要互产品过境。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的米色伤过少，互因波兰本地农产品失去竞争力。那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嘛拢有类似禁令。乌克兰的当局暂时去波兰，望说互因解除禁令。也那欧盟是表示，规欧盟是共体，袂当接受有国家单独实施禁令。以向挺乌克兰的波兰15起对乌克兰部分5国产品用出禁令，部分进口也袂当过境。原因是俄乌战争了后，乌克兰5国真歹为乌海出口，伫欧洲大量供应计销也俗，互波兰农产品失去竞争力。My uważamy, że Ukrainie trzeba pomagać. Myślę, że wszyscy Państwo wiedzą, że tutaj nie trzeba nas do tego przekonywać, ale koszty tej pomocy Ukrainie powinny być rozłożone na wszystkie kraje Europy, a nie tylko na kraje frontowe, a tu szczególnie chcę podkreślić na Polskę. My się z tym nie zgadzamy, bo to szkodzi bardzo naszym rolnikom. 用类似措施也有匈牙利甲斯洛伐克，其中中欧甲东欧国家也考虑对立组。基辅当局当日甲波兰政府协调，希望华沙解除禁令，至少开放予俄国的食品到5国过境。欧盟是表示，个别国家单方面执行禁令未当接受。Unilateral action is not possible under EU trade policy. 保证予乌克兰5国的安全出口的乌海期，后个月18特别到期，敢会当延长唔知影。那波兰等国无解除禁令，乌海期佮无法度延期，到时阵会有数百万吨的五国滞留伫乌克兰境内。公司新闻7万人编译。来看一战韩国的悲剧，印度政府昨日是办一场颁奖典礼，讲是有900万人去参加。不过，迄当阵天气有够热，温度38度，民众伫咧日头骹晒几落点钟，有几落百人身体无爽快。结果是有50个人送去病院，落尾竟然有11个人不幸过世。伫台仔顶咧颁奖的官员，甲准备要受奖的社会运动人士坐几排。当咧颁奖的时阵，台卡煞出现各样，原来是伫咧现场有民众因为天气伤过头翕热，身体袂动而送医。उसका नियोजन जो हुआ था वो नियोजन में सभी लोगों ने सहयोग किया था कार्यक्रम भी हो गया लेकिन आखिर में ये दुर्घटना हुई है 伫个事后统计显示讲，差不多有50人送医治疗，其中有11个人不幸死亡。这款有38度这么悬的高温，已经有几落点钟咯。致使甲身体袂动的人有600多人遐济。
马哈拉斯特拉邦目前已经来到高温的季节，5月份上界悬的高温达到40至45度。除了讲西岸以外，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嘛，伫高温的警报之下，要求讲各级的学校对17、8月开始都要停课。 1:30 बजे से लेकर 3:30 बजे तक जो है अगर पॉसिबल हो तो बाहर ना निकलें और साथ में अगर निकलना पड़ता है तो अम्ब्रेला लेके रखें या सर के ऊपर जो है वो कपड़ा जो रखें। इसी तरह जो फार्मर्स भी हैं किसान हैं जो या बाहर जो है वो खेतों में काम करते हैं लोग तो वो भी दिन के टाइम दोपहर के टाइम जो अपना सिर जो है वो ढक के रखें। 伫个马哈拉斯特拉邦甲中央拢是人民党执政。 在野的国大党认为讲，发生热死人的不幸，这是因为官员因太好职务来致起的，所以就要来负起刑责。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另外，由罗西亚片商制作的头一出真正伫咧国际太空站拍的电影短片，将已经开始放送啊！美国好莱坞输人毋输阵 ，Tom Cruise 的新片嘛，按算要去国际太空站拍，真正有可能会有真正太空漫步的剧情。 罗西亚电影挑战还原国际太空站太空人当地的时失去意识，地面控制中心派外科女医生上太空，伫无同力的状况做心脏手术。这是头一出伫太空出外景的电影。伫国际太空站摄影的，除了罗西亚剧组6个人，太空站4个太空人嘛参加扮演家己。电影按2021年就开始准备作业。 导演石本科、主要演员、摄影和特技人员开始进行5个月的伫莫斯科附近的太空中心接受训练，通适应无重力环境。17日放映记者会，这片对电影效果充满自信，保证入电影院就哪像上太空嘞。Вот это уникальн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за 200 рублей оказаться в космосе。剧组伫2021年10月飞到国际太空站。 伫12天内，拢总翕30点钟，最后加做30外分钟，成做电影的焦点。导演石本科、校长兼讲真，按场景设计、灯光和艺术指导，嘛帮助化妆。参加演出的专业太空人讲，即马才知影有比上太空更加困难的代志。Самое сложное это было играть какие-то эмоции,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ты сейчас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挑战宣布开工的时，好莱坞影星 Tom Cruise 嘛计划和美国 NASA 合作去太空站拍片。虽然罗西亚走大胜，不过根据 BBC 对全球公司这片的专访 ，Tom Cruise 的身影嘛会伫太空站拍片，有可能是头一个伫太空漫步的影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电器歹去，修理起来费用有当时拢咧买一台新的啊，所以之前有袂少其实会用一个电器就直接互等讨价。 后面为着减少这款讨债情形，推动电子产品维修款法案，确保有零件会当甲消费者修理产品。另外，荷兰甲北欧的国家有维修咖啡厅，遐是请技工到修理电器，环保个省钱。 阿姆斯特丹这间维修咖啡厅，那到礼拜三拢是特别无闲，因为技工团队会来为大家修理海奇电器，无论是咖啡机、灶卡用具，或者是电钻工具，那修好一件，就为地球省一份资源。阿姆斯特丹数十间安尼巨幅维修网，已经为都市减少7000公斤的电子粪数。 Kijken of het nog gerepareerd kan worden en dan kan het, als dat niet lukt, kan het op tijd nog weg. Dus ik ben er heel blij mee, een mooi initiatief. Goed dat het er is. 科技进步，电子粪扫已经正造真大的环境问题。去年调查发现，欧洲国家平均每户有74件电器电子产品，其中9个是好的，暗过无咧用，还有4个是歹的。这个电器若是平调，就制造电路板、金属外壳、零件面板、螺丝这个粪扫。将来买新的，搁要用掉新的资源，就算无想要拼，暗过零件歹找，规格无共，真歹修理。 Kijk, deze gaten, dit hoeft niet zo, hè? Zo diep, dat hoeft niet. Hè? Dat je een speciale ding nodig hebt. Die gaten zijn, ja, die zitten helemaal hierin, weet je. Dat hoeft helemaal niet. Dat had ook net een gat hier kunnen zijn. Dat is gewoon
为解决这问题，延长电器甲科技产品的寿命，欧平早伫2015年就提出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展开反浪费甲维修革命。去年4月通过制定维修款法案，针对手机、平板这电子产品对价规范。制造商按照包装注明维修指数，大型电器提供10年以上必要维修零件。电子产品爱确保电池耐用性，采用应技术升级的设计等等。执委会顶个月进一步提出实施规则，爱大型科技公司重视永续出色，研发更较持久耐用的产品，也确保维修成做一种简单的选择。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南美洲厄瓜多外海加巴拉巴哥群岛有丰富的动植物生态，但科学家是伫咧400到600公尺深的海底，发现一大片2公里宽的青泥冷水漩涡礁，而且有超过50%拢是活的漩涡。科学家伫太平洋的东部，离厄瓜多海岸大约1000公里的加拉巴哥海洋保护区，发现一种毋捌看过的深海冷水漩涡礁。规片漩涡礁有2公里宽，是伫海平面落去400到600公尺遐，真正拢无人去过海底的火山凝质，而且有超过50%拢是活的漩涡。No hemos encontrado arrecifes de este tipo. En esas profundidades tan extensos y desarrollados, tienen por lo menos varios miles de años, si no mucho más, de crecimiento y están en estado pristino, que es muy importante a nivel mundial. Muchos de los sistemas profundos están degradados por cientos de años de diferentes tipos de perturbaciones humanas. 这个是美国、厄瓜多、英国等等几大个公司伫咧研究机构做伙进行的海洋科学考察，利用创水器伫海底翕这几大片天然元素的漩涡礁。科学家本地是认为讲，经过1982年和1983年2场适应气候，加拉巴哥群岛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加拿大尔文岛海岸附近的威灵顿漩涡礁，但是即摆新发现，证明还有其他的漩涡存在。Porque se tratan de ecosistemas prístinos, nunca antes monitoreados, nunca antes estudiados. Nuestro compromiso es continuar con el monitoreo para salvaguardar los ecosistemas y la biodiversidad que aquí hemos encontrado. 厄瓜多伫去年甲总面积138000平方公里的加拉巴哥海洋保护区，搁扩展6万平方公里来保护加拉巴哥群岛和哥斯达黎加的科克斯岛，中间特别消失的物种。科学家指出讲，加拉巴哥海洋保护区敢若有5到5%的海域是互研究过，也有可能有搁较侪元素的漩涡礁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